莫雷拉因為下個禮拜要返嚟香港出戰呢個冠軍賽馬日，所以佢原本呢雖然就喺日本申請咗1個月客串，但係其實尋日騎完就已經結束㗎啦。下個禮拜佢要嚟香港呢，佢要放棄日本2個賽日嘅。咁喺呢3個星期裡面啊，佢一共係出戰咗60場馬，贏就贏咗20場。啲日本人話佢喺日本嗰個騎師榜嘅位置都已經唔係低㗎啦，而且呢，佢好似暫時變成咗喺呢一季喺日本揾得錢最多嘅騎師。如果要將佢可以袋嘅獎金變翻做港紙嘅話呢，應該有400幾萬㗎。騎3個禮拜啲獎金已經過晒人哋頭啊！真係唔係個個騎師可以㗎。雖然唔係個個騎師可以啫，但係似乎係好多騎師都想學莫雷拉嘅喎。佢呢個客串騎完咗之後，有第二啲外國騎師接力㗎，即管睇下成績點咯。至於佢啲 fans 呢，就已經開始掛住佢啦，個個喺度傾佢下次幾時嚟日本呢？嚇，會參加乜嘢大賽呢？嚇，有人就話由於上一次佢犯規嘅情況都幾多，扣到多咗15分，所以就只可以喺日本客串2個月喎。今年佢只係可以客串2個月，因為扣得多分，唔係前年嘅事咩？乜佢舊年都犯好多規咩？我真係唔知啦。到底係我搞錯啊，還是啲日本人搞錯呢？嚇？睇個結果咪知咯。喺香港跑完1日之後呢，有消息話佢會去美國跑喎，因為佢嗰個日本老友連馬斯掘孫行揾佢幫手啊。佢會去美國跑嗰場好似叫做肯塔基打比。不過佢好似話過呢，英國、美國唔係太適合佢出賽，即管睇下成績點啦。美國好似還好少少啊，如果係英國，佢好似好唔中意嘅。佢試過去英國出賽呢，蕩失路，要第2朝先至返到馬會喎。啲人都不知幾擔心佢啊，好彩身上有錢，唔使瞓街啫。佢真係論盡嘅。有啲香港人成日話佢入咗黑名單㗎啦，想返嚟騎都難啊。我初以為佢哋講笑，亂咁噏啦。原來馬會似乎真係有騎師黑名單喎，不過唔係莫雷拉啫喎。郭能想返嚟騎又唔得，沈拿想返嚟騎又唔得，好多人話馬會小氣喎。其實世界上有幾多個唔小氣嘅老細嘅呢？嚇？我唔係話馬會小氣啱，不過如果唔話馬會小氣呢，就似乎太大驚小怪咯。不過佢哋對住莫雷拉呢，就唔敢小氣。有啲唔多中意莫雷拉嘅日本人呢，就話如果佢喺日本長期策騎，會整彎日本嘅賽馬事業。甚至有啲人呢話佢恃住自己係客串騎師，唔使罰停賽，所以呢跑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斜跑喎。其實邊有咁嘅事啊？尋日嗰場高月賞好多騎師都想贏，到頭來有3個騎師要罰錢但係冇佢份喎。咁啲日本人又點計數呢？好似冇人講嘢，真係啊！